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19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的是路加福音11章的后半段，从37节到54节。耶稣在讲这的话时，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伊食饭，伊就入去坐倒。迄个法利赛人看到伊食饭无先洗手，感觉真奇怪。主就甲伊讲：恁法利赛人只有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气，毋过恁的内面充满贪欲甲邪恶。恁遮的恶人，迄位创造外面的上帝，敢毋是嘛有创造内面？就摕杯甲盘内面的物件去整济，安尼恁的一切就拢清气。恁遮的法利赛人惨啊！因为你将薄荷、蚊香甲逐款菜蔬奉献1/10互上帝，毋过无重视公义甲疼上帝。其实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其他的嘛毋通忽略。恁遮的法利赛人惨啊！因为恁爱伫会堂坐官位，伫市场口互人甲恁请安。恁惨啊！因为恁亲像看袂出的梦，人对顶面行过嘛毋知。我们昨天在11章的前面看到耶稣教导祷告，而求神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而耶稣赶出的鬼呢，被人说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就是苍蝇王在赶鬼。那耶稣他教导真正的福就是听神的道又遵守神的道的人，而最大的神迹就是像尼尼微城一样，听到上帝的话能够悔改，这就是神所做最大的神迹。所以当我们的眼睛明亮，身体就光明，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没有这个属灵的知觉。而这些法利赛人呢，有来请耶稣去吃饭，而这法利赛人呢，耶稣也去，可见耶稣没有拒绝法利赛人不和他们一起坐席，因为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但这法利赛人是律法之子，他们每一件事情都要符合律法摩西律法的要求。看见耶稣饭前没有洗手，就好像看到基督徒吃饭前没有祷告一样，非常的诧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法利赛人，他们只有诧异还没有开口，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所想。说你们律法之子法利赛人，把要献给神的杯盘外面都洗得干干净净，可是呢，你们自己的里面呢，却盛满着贪欲和邪恶。就是他们只有注重外表手的清洁，可是手洁没有心清了，心没有清洁。无知的人造外面的上帝，不也造人的里面吗？所以耶稣讲到他们没有真知识，他们只注重外表，以为神这样就能够满足神，但是是对神的无知了。只要把杯盘里面的东西送给穷人，对我们来说一切就算洁净了。所以这句话非常的讽刺，就是他们只注重这些杯盘是否在意清洁，但是不在意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不在意这个安息日穷人或是这些病人的需要。所以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你们的1/10是连调味品，例如薄荷、茴香、香料，都把它计算1/10奉献给神，按照律法是律法之子，但是却忽略了对正义和对上帝爱的实行。就是前面第10章的时候，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来问耶稣怎样承受永生，耶稣说要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个最基本的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呢，不去做，却把这些的奉献以为就是在认为是对神的爱，其实这才是你们必须实行的。至于其他的也不可忽略。耶稣不是说你只要去做这个好心撒玛利亚人就够，你还是一样要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你们法利赛人喜欢要遭殃，因为你们喜欢会堂里特别座位，那有的圣经翻成高位，这个特别座位就是他们坐的位置比人家还要高。
所以他们可以俯瞰人家，他们可以高人一等，又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为你们致敬请安，就是某某弟兄平安，好这个某某拉比平安，好这个某某老师好平安，你们要遭殃了。因为你们好像是没有记号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所以这个和本翻成说你们是不显露的坟墓不显露的坟墓它现代中译本有翻出它的意思，就是没有记号，就是这个坟墓呢已经被人家踩来踩去，好，就是应该是说让人无法去分辨的坟墓。那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当人去摸了坟墓呢，他就7天的不洁净了。好，所以这些的不洁净的法利赛人呢，到处让人家践踏，其实就是到处在沾染的人呢，使人沾染污秽。所以这个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警告的，因为他们从心里面开始论断，但是呢，耶稣反过来，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在法利赛人没有去论断耶稣吃饭不洗手这个事情之前呢，上帝没有要论断他们，耶稣没有论断他们。可是，一旦他们去论断的人，论断的神。那神对他们论断呢、抱怨呢，或是神对他们批评、批判呢，就一窝蜂的噼里啪啦的跑出来。所以上帝不是不说，只是上帝在等待他们悔改。但是当他们心刚硬的时候呢，得罪神的时候，上帝就是把他们所做的都一次的说出来。我们继续看45节，有一个如何告诉甲耶稣讲，老师，你讲这话嘛是在侮辱我。耶稣应伊讲。连恁遮的律法教师嘛惨嘛，因为恁将无法的重担，互人担，家己连一支枕头就毋肯顶动来减轻因的重担。恁惨嘛，恁的祖先杀死遮的先知，遐的先知，恁甲因做梦，安尼恁家己证实嘛赞成祖先所做的代志，因为因杀死先知。恁甲因做梦，所以上帝智慧嘛有讲，我要找先知甲使徒去因遐，其中有诶会互因杀死，有诶会互因迫害。安尼对创造天地以来，就是对阿伯起，伫这段甲信所中间，互人杀害诶撒加利亚为止，因所流诶血，即世代诶人拢着刑。对，我甲恁讲。遐个罪拢会甲恁即世代诶人讨，恁遮诶律法教师惨嘛，因为恁将开知识诶门诶锁匙甲人摕去，家己毋入去，要入去诶人恁煞甲伊阻挡。耶稣对遐出来诶时，跟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就结烈，甲伊攻击，逼伊讲较济话，等伊讲毋对，通掠伊诶话芳。那当耶稣来看出这个法利赛人心里面的批评和论断呢，来指出法利赛人他们只活在律法以下，却没有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时候呢，在旁边的律法教师，也开口了，说老师，你这样连我们也侮辱了。所以跟前面一样，他不开口，耶稣还很乐意的跟他们一起吃饭。一开口呢，不开口还没事，一开口呢，灾祸也跟着来。所以也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口里面所说的话。耶稣说，你们这班法律教师也要遭殃，因为你们把难背的重担担在别人肩膀上，就是在教导律法的时候，让人家做律法之子，或是呢强迫人家做律法之子，成为法利赛人。而这些的拉比呢，律法教师呢，自己却不肯动一根手指头去减轻他们的重担，要他们背很多、学很多、遵守很多的这个律例、典章、条例，但是呢，自己呢却是能教却不能说，却不能行。你们这些律法教师遭殃，你们替先知修造坟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害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不论是旧约的大先知、小先知，或是有名的先知、没有名字的先知，他们为什么要替这些死去的先知修造坟墓呢？
这个修造坟墓意思不是说他们真的尊重这些的先知，这个的含义呢，应该是说为这些先知呢，造了这个沉重的坟墓，就是说把这些坟墓呢，把这些先知呢压在这个沉重的坟墓底下，让他们不会回来，不会再出来到处讲上帝的话去找人的麻烦。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应该有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的祖先呢，是杀害先知，所以呢，但是你们现在呢变本加厉，因为你们就是要杀害谁呢？不是只有先知的，要杀害的是神的儿子。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呢看到耶稣的族谱，他是大卫的后代，也是亚伦、玛利亚亚伦的后代，是祭司的后代。而之前的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呢杀害先知，现在他们杀害的是祭司、是先知、是君王的耶稣基督。所以你们修造这些坟墓，证明你们同意祖宗所做的，就是你们继续把那个坟墓呢压得死死，因为他们也怕这个先知以西结所说的枯骨复活，他们也怕这个先知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啊。好，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还真的就有这些的先知从坟墓里面出来。你们杀害了先知，替先知修造坟墓，所以上帝的智者曾经说过，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要被他们杀害，有的要受他们的逼迫。所以耶稣知道这些先知来，其实呢，是上帝要来，像是如同派了约拿是要来警告人，但是人呢，却不听这些先知的话，反而就是用棍棒、用石头、用计谋来杀害他。以前是这样杀先知，现在要杀的是耶稣哦。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从亚伯就是旧约里面第一个被杀的人，到在祭坛圣所之间被杀的撒迦利亚，就是旧约的这个先知当中最后一个被杀的先知撒迦利亚的这些的血债呢，都要在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这世代的人身上。那就是借着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这个世代当中的罪都归在他们身上。是的，我告诉你们，这时代的人一定会为这一切受到惩罚。所以他们本来是最有福气的人，能够看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爱在圣经在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基督受膏者，他来到世上的，应该是要欢喜快乐，应该要像施洗约翰预备他的路，修直他的道，但是他们却不做，反而用律法呢没有去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反而还用律法呢去定罪了这些的人定罪了这些先知，甚至还要来定罪耶稣没有洗手，没有在安息日守安息日，然后呢用各样的律法来控告神的儿子。你们这班律法教师要遭殃，因为人把持着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就是得救的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他们能够有这个明白神心意的知识。这像是一个钥匙，好像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彼得宣告耶稣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那在同样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所以耶稣也对彼得说这不是人所启示你的，是神启示你的。然后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那个钥匙就是这个知识的钥匙这知识的钥匙就是能够认识神的独生子，神的爱子然后道成肉身，为了世人的罪来到世上。但是呢，你们应该照理讲，律法教师也好，法利赛人也好，应该要认得出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却拿走了钥匙，自己也不愿意进去，也不想要让别人进去，通通都把人关在外面。哇，这个讽刺真的是太贴切。耶稣离开那里，果然就照耶稣所说的，这顿饭不知道有没有吃完。可是经学教师法利赛人开始激烈的批评他，所以他们没有虚心，没有谦卑，没有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污秽和罪过，反而更小灯手气，开始呢到处找耶稣的麻烦，就像以前他们的祖先怎么样对付这些指着他们的先知一样，他们也要出来杀害这些的先知而且呢，怎么找麻烦呢？向耶稣发出许多的难题，催逼他，盘问他，就是要伺机等候他，要找画饼来陷害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前他
所被人家攻击所遭遇的这些的逼迫。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清洁比外面的清洁还重要。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只有因着律法变成律法之子，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要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才不会是瞎眼的领瞎眼，两个掉在坑里面，我们才不会把这个知识的钥匙呢，遗失的丢掉了，然后呢，有知识却没有钥匙，有知识却打不开天堂的门啊，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乐意到罪人当中，主耶稣乐意和每一个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主耶稣也愿意在吃饭当中来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长大和成熟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遵守神的话，也要来寻求怎么样来爱神和爱人，能够将公义和爱神的事情能够来促成来上神的心意，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律法的时候，不是只有拘泥在字句，拘泥在文字上面，而是能够有圣灵的帮助，能够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感谢圣灵保惠师赐下真理的钥匙，用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窍，那么能够明白上帝国各样属灵的奥秘，也能够明白神永恒不变的计划和旨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